今日嚟到福田，啱啱喺福田地鐵站出嚟，準備去購物公園附近嘅一間店，聽講話新開唔到1年，環境裝修都幾唔錯。我今日過嚟福田，順便嚟睇下。間店叫做白金偉休閒會所，位置喺福華1路。呢附近算係福田商務區，周圍都係高樓大廈。前面個路口轉右，跟住一直行，幾分鐘就到啦。從呢個細門入去，入咗大廈行前幾步，71旁邊有升降機。上3樓出嚟轉右就到。前台裝修幾靚下，空間都唔細。側邊仲有張界目表睇，都係一啲比較常見項目。過去沖涼房睇下先，右邊係男賓室，左邊就係大堂。我覺得整個姿勢排擺呢度會好啲。更衣櫃唔算多，得50-60個左右。沖涼房有6間，裝修幾特別，純白色牆壁，望落幾乾淨舒服下。沖涼空間都幾大，唔會逼逼地，配套都算齊。上面仲有副眼鏡，唔知邊位師兄記得攞走。大堂空間就細咗啲，得12張沙發凳，不過裝修都幾 OK。由大堂行過去就係房間區域，房間裝修幾新淨，位置都算闊落。部長介紹呢度仲有個 K 房，位置唔算大，大概可以容納10個人，可以叫啲靚女一齊唱下歌。然後做個按摩項目體驗一下。呢間長工裝都係着裙安排嘅，呢個技師文靜類型，按摩過程都幾舒適自然。說話唔多，靜靜去按摩，體驗好安心放鬆。啱啱開始嗰陣，身體仲有啲緊繃，跟住佢慢慢落力，手法都幾到位，啲肌肉逐漸放鬆晒。特別係膊頭同背脊位置按落去有啲微微酸脹，但唔會覺得唔舒服，反而覺得整個人啲壓力鬆晒咁。感覺手勢連貫，有節奏，力度啱啱好。過程忍唔住想眯埋眼享受，乜都唔諗，專心感受身體慢慢鬆開嗰種感覺。做完之後覺得身體輕咗好多，特別係條腰好舒服。整體嚟講係一個唔錯嘅按摩體驗。呢間水會地方唔算大，偏細嘅一間店，不過環境裝修都 OK。位置就係福田核心商務區，附近係購物公園，有興趣嘅師兄可以過嚟試下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各位師兄記得關注我頻道，等我可以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啲資訊。